好，今晚有大家好，下晝3點半了，歡迎大家準時收看福氣落嚟，我係劉慧珍阿慧珍哦，來到呢8月6號空間來報道嘅單元哦，同大家傾下來關心到空間嘅話題。呢空間嘅話題哦，比較講到嘅哦，是一種罕見嘅品質咯，吼，呢種罕見品質啊，佢真開始哦，發作嘅下吼，即係講徛起來嘅下，手腳要切起像一個本幾下千萬幾嘅一個針，哎呀，堅固強寬咯。你啊，切起來正經像人要壽命嘅樣，你係一種人講遺傳性嘅罕見品質，按照呢發布瑞士針吼，上來也係乜個用嘅品質，有預防嘅方法麼？有冇嘢印度現場啊，就搶到發布瑞士針嘅品友和林玉成來到現場來讓大家來做一個分享。先來歡迎玉成好。對，大家好，我是林玉成，今天很高興可以來到福氣來了，為大家簡單介紹法布瑞氏症。好，講下聽嘛，好就來留人嘅玉成哦，即係講來談佢嘅分享，因為自家本身啊都按用韓國來咧，嗬，一道經驗來留大家講過，我相信哦對一道朋友嘅都有幫助咯。而家呢順豐啊，很錯一個講嘅寫下乜嘢哦，嗬，佢要帶一出一個短片，哦，就發布瑞士針嘅即相關嘅短片，上來呢，佢自家本身要做一片嘅時間咯，嗬，對一個品質咯，沒有動層一個了解咯，先來反映嘅就係呀討厭咖喱好。大家好，我係咖喱，我係苗栗條本人咯。客家話講到無動章，請大家包涵。唔會啦，我講咖喱，我上來講啊，客家嗬，應講懵嘅啦，會做得咧嗬。好，講到一個發布瑞士針，哦，頭先我非常愛念哦，真是咧，要做知道一個當上手嘅名詞嗬，要按上手嘅名詞嗬，佢一個品針嘅名嘅嗬，我睇起來啦，要按用嘅名應該係一個醫生嘅名嘅。啊，做對按用講，醫生對有那啥醫生也係研究人嘅發現嘅時間，古所將按用來按名，所以發布瑞士針嘅名嘅上來係用來嘅，佢家庭有談過也係玉成提供嘅法布瑞氏症這個病的名稱，它的由來。法布瑞症它病稱的由來是因為當初有個醫生的名字叫 Fabry，那當初發現這個疾病的有2個醫生，一個是2個都是皮膚科醫生，一個是德國，一個是英國的，那一個叫 Anderson， 一個叫 Fabry， 然後所以他的名字就是發現疾病的人的名字來當做疾病的名稱。哦，古時候呢，一種嘅一品針哦，就係有研究哦，發現按用品針嘅人哦，用幾個名嚟按名啦，因為一名嘅睇起來就英文嘅名反過來嘅咩嗬，一真實咧，我頭先都講，按照外文反過來嘅一個情形。好，講到啲發布瑞士針，可能鄉親朋友哦，按用講啊，頭先聽提到講，係半日嘅針，按用硬固，幾千萬幾嘅針，按用固嘅一種嘅感覺，我鄉親朋友可能有半日嘅針，按用速度嘅時間，又有按用嘅感覺，也係像玉成做得來老太家講下嗬，呀剛剛我們大概就是講說這個病的一個名稱，它的由來發現嘛，哈。那這個病它的一個就形成的一個原因哦，大概是什麼原因，就是造成這樣的一個狀況？那法布瑞氏症原因是因為我們遺傳的因子裡面稍微出了一點問題，那它是一個阿法半乳糖干酵素的一個基因其中一段出了問題，所以在製作這個酵素的時候有了問題。那因為我們身體會代謝很多的廢物，那因為這個酵素不能被製造出來之後，我們一連串的分解的過程中間突然斷下來，那就會有產生廢物的堆積。那它堆積在我們細胞裡面的溶小體。那大家我們知道是說，我們身體都是由細胞組成的。那它的影響當然是全身性的，比如說心臟、心血管、腦部等等，都是非常嚴重的影響。古時候咧，嗬，係講身體嘅唔好嘅東西，無來推車提起哦，對眼神啊，講下全身可能就造成會有影響啦，嗬。古時候已經講到，也都係一種酵素，嗬，無法吐，嗬，即係講感受一種嘅酵素啦。然後呢，你講，其實玉成你自己本身哦有這樣子的一個就是病症啦，就是這種罕見疾病哦。那目前在台灣來講，嘅情形係樣嘅，台灣係按用真頭嘅人多啊，係少。那台灣的目前的概況是，之前在2011年的研究調查發現，他們因為新生兒會做篩檢，那研究之後
带因率男生是1600分之一。那在罕见疾病的定义来说，它的发生率应该是很低的。那可是，在台湾来说，它是一个像一个发病率很高的疾病，并不像我们传统认知的罕见疾病。安样是啦，古说咧吼，也哈讲到的吼，即系几个带引力来讲啊，是台湾来讲吼，所以来迄东高嘅吼，相对来讲，你嘅发病率来讲，未算係高啊。都了部分有家人做像佢頭先安樣嚟講嘅部分，你就想要再過來補充嘛？罕見疾病嘛，大部分的人都因為講嘅無動到你被得到嘅就罕見疾病，不過老國外嘅數據比起來，那罕見疾病大約係5萬分之一，不過你看嘅家玉成有講過嘅，在法布瑞森地台灣嘅話係1600分之一，嗰時候你就做得知道，做乜解嘅發病率冇咁高，咩？還有因為你台灣人嘅基因低度就本身就有一點缺陷，故說嘅你嘅帶因率還有發病率就會很高咁樣。還有嘅法布瑞森就佢咩有一點奇怪，就會有啲人唔係出生嘅時間就做得被診斷出來嘅，咩有當人係佢嘅到中年嘅時間暫被因為性中片啊，係呢有胃病張本性上嘅診斷出來哦，故所咧吼，佢嘅一種嘅講罕見病切所以來啊，吼係要當到嘅其他嘅必須要來了解吼，也頭先一樣簡單來收結過後呢，一下呢就來看下一個家庭佢拍嘅片嚟吼，你就透過一樣片再過來了解下吼，新來呢應該也發布隨時陣起碼嘅，應該下度來看。1, 2, 3, 4, 5。你別啊！後來也係你看睇也樣片咧，我都愛聽家裡來老太家講下吼，伊亞嘅應講說米天樣咩吼，所以講來老太家手機一個罕見病切，當到嘅主題，應講都你要大天樣啦，係講要一方面咧，佢講語片詞，係講學一方面，要按到嘅主題咧，有冇貼片來調套一個人講罕見病同病切來做主題咧？嘅故事我講到6年前哦，我就喺電視當中看到一隻妥瑞氏症嘅上禮拜尾有一隻明星佢咩承認佢自己有嘅妥瑞氏症有冇？我看到呢隻病症之後，我就上網去搜尋，然後就搜索一隻嘅按照妥瑞老爹嘅一位老先生，佢真經係愚公移山啲冇，佢因為夾起夾嘅奶嘅會嘅脖子會不斷抽動，而且有時候會有穢語症，就是會不小心的說一點髒話，這樣。因為佢嘅腦部就會有那個多巴胺分泌不完全。嗰時佢嘅一共會罵人嘅話，佢都專門會講一條話的。佢唔係調試嘅，不過佢嘅腦部就會冇辦法控制咁樣。然後佢嘅爸爸呢，因為佢來當菜哥，吐都冇好夠吐，因為冇人愛上嘅老會講，會數記到出嚟，安樣會罵人啦，吼，佢大家都想講，安樣會啲學生嘅，會有唔好嘅影響。嗰時候佢爸爸就一上癮咯，就睇見一張筆記型電腦，然後去各行各業就講排泄我做啲老人家人嘅辦公室，就晚上1點鐘就好嘅，我邀請人嘅同事來談，我想要分享呢一隻片本談，因為我實在冇想到我嘅奶嘢還有老外奶。同樣病症嘅人哦，本人含誤會含冇了解甚至排擠這樣子。嗰時候佢就一上癮哦，就這樣帶着一台 notebook 全台灣去宣傳演講這樣子。嗰時候我就動感通就想講，我自己咩係學嘅傳播嘅我就想講，傳播唔單唱係昨天是本人快樂，我咩想講愛做啲老嘅弱勢團體，佢都可以做啲發聲。嗰時候我6年前就開始來翕罕見疾
疾病的议题。那第一步就是那个妥瑞氏症，然后第二步是结节性硬化症。我估说也是第三步诶。第三步是啊，给前两步是外表就看得出来嘅。外表就看得，所以讲你都大概13年啦，嗬，都你面頭前，你哎呦看見你就做得看出佢13年可能有這位老年冇胸樣，也就係看得出來嘅。哎呀，應該看到肉身嚟講，肉身就超噶，嘿，就完全老一般人就胸樣。佢我記得佢啲眼嘅樣片啲都自我介紹時節，佢就講大家好，我係玉成，我外表看起來老偏，而冇買胸樣，唔過我係法布瑞氏症嘅患者，這樣子，我希望大家都對老眼看作一般人就對，因為講實在嘅你身體有偏痛嘅人，唔過配上人冇了解，佢就講不要再裝了啦，你痛什麼痛這樣子，哎呦，你嘅細拉嘢，你做得咳嗽就去咳啦。就當到嘅誤會嘅話語，這樣其實佢哋愛承擔嘅痛苦比配上人還要多。那你就係嗌做乜嘅上嘅鋪兩片咧，俾大家來了解，不要再欺負他們這樣子。係啊，因為上班下看得出來嘅，嗬，啲講一個眼神有唔理片嘅朋友，一點都會去關心佢哋。唔講你上班下嗬，要到人嗬，佢都講眼也會痛，腳會痛，佢都看唔出佢會痛啊，就像知道佢哎呦，可能表情面色冇乜好，所以想講13年係唔會假嘅哦，嗬，就講比如講4年嚟，後嚟4年嚟都講，我眼下肚臍痛，眼頭嗱痛，眼見冇冇上我醫學教，一時隻藥就講，唔好按樣去咯，改動去學教就可以學教，一時隻真係我家庭會關心咧，一就講到佢下人講到佢開始都有片地位都做嘅手機咧，嗬，一部分真係咯。佢開始來普遍咧，係因為講知道自家本身係學傳播嘅行高呢，希望講做一個好少嘅小課嘅動作人做嚟咪嗬，因為自家就做得來做一下生活做嘅部分，真係學對 Instagram 嚟講，因為要開始一部分嘅經驗嚟啦嗬，學講到有啲故事嘅部分嗬，啲而嘅一個規則嘅講到愛去。打安陽嘅一隻故事，就係安陽嘅片子，你聽錯有一隻故事咩？故事嘅下面係用嚟去寫出來，劇本係用嚟去寫出來。哦，寫了隻劇本啊，真係我愛眼命哦！也唔係從而嘅通起來數驗嘅做咩啦？也係本日嘅應該內容別都唔啲安陽嘅寫啊。真嘅，因為開始我寫了隻劇本嘅時節啦，我就有請到嘅法布瑞氏症嘅病友協會，請夾到嘅就是叫做資源的協助，因為我冇熟悉安陽嘅片同我但像喺啲網絡當中看到有人有安陽嘅片嘅，不過實際佢發生乜嘅狀況冇按底，嗰種我就請求那個病友協會的支持，不過佢哋人太少嘅，冇按到人力做得老眼天數，嗰種我就要去嘅罕見疾病基金會去尋求佢哋嘅天數，不過佢哋嘅當時咩都冇限啊，還有佢哋嘅輔導嘅片人啊，佢哋冇願意愛老眼分享，嗰種我就當我咩做唔得勉強他，佢下愛講愛開始來做嘅時節真係啊！用聽人講啊，要動到嘅困難咧，所以啊，有嘅困難係要呢度部分，家下聽文章個繼續來請家人來啦，鄉親朋友來講到，喺講鄉親朋友對佢們講到嘅主題，要上愛來問來邊，也係講要上愛來問呢啲就講家庭也係呢要成咯，全部做得咯，和打電話到現場，成都有邊，來聊下咯，歇困下。